路加对咱讲起耶稣降生的时，发生伫伊身边真奇妙的事。离伯利恒无偌远的所在，有各样的点伫旷野。迷是走见看过因的羊群，忽然有天使出现伫因身边，因真惊吓。天使对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今仔日伫大伯的城有一个囝为恁出世，伊是恁久久在等候的救世主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马槽里。忽然有大阵天兵甲迄位天使三甲阿拉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归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遐个天使离开因倒去天顶的时，各样的三甲讲：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保护咱知的。咱做来共听今日的圣经节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1节到14节。第一节，伫迄时，该撒阿古斯都有出条命令天的做拢做加革。这头一摆的加革是旧年柳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，众人去做加革。大人倒去本城，约瑟的细血属伫大伯的城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大，到大伯的城名叫伯利恒的，伊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角做加革。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。就生头上囝，用布包，互伊困伫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阮因。迄地方有各样住伫山林，每是走经各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雷照应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。大欢喜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，因为今日伫大伯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伊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济天兵甲遐天使三角伫咧，阿拉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。地上和平，伫所欢喜人的中间，愿一切荣耀拢归于咱三位一体上帝。入面咱的老牧师要传咱的信息，扭转世界的夜暗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
主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早起阮踮伫遮庆祝圣诞节。主耶稣，你的降生带互世间人新的愿望。愿主你会将这份愿望放伫阮逐人的心，互阮对你遐领受，也互阮会当照安尼去分享互记那需要的人。愿你的话成做阮性命的帮站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兄弟大家平安，大家圣诞恭喜！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。昨暗带咱的主持学甲青少年伫街仔路顶面咧报佳音，所以嘛，互侪侪人看到咱拢足欢喜，也到伫每一个所在咧传讲这个好的消息。总是踮伫咱所生活的社会中间，咱也知是好消息较侪，还是歹的消息较侪。我常跟小朋友在分享，小朋友你们觉得到底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啊？咱活伫一个充满无共款消息的世界吼，拍开电视，咱敢若入来的消息拢是歹的消息，啊，甚至这几年咱拢知足侪是假的消息，所以咱就因为足侪假的消息，咱开始想要去了解，想要去分辨。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但是这敢有可能吗？老实讲，问足侪媒体的专家，因拢讲，要分辨好的真的消息，还是假的消息，基本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。为什么？咱知影无？小朋友，你们猜猜看，为什么要分辨真的消息跟假的消息很困难？因为有人会说谎。要分辨好的真的消息，还是假的消息，有一件真重要的差别，就是因为迄若真正是假的，你一定知；迄若完全100%，这个消息是假的，你绝对知。啊，你会互伊骗？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有真的嘛有假的。大概70%是真的，但是30%是假的，安尼你就会信啦。所以要分辨真的消息甲假的消息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其实踮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歹消息甲好的消息嘛，有当时也是类似的。要知影讲什么是歹的消息，什么是好的消息，老实讲非常困难。圣诞节，大家人拢欢喜要庆祝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踮伫圣经的记载中间，一开始伊哪亲像是歹消息呢？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圣诞节在圣经跟我们讲的故事当中，一开始它其实是坏消息。文字写了就简单呢，罗马皇帝爱所有的人做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台语讲叫做假假，啊，这可能现在就少人听有啊。简单来讲，叫做报户口、户口登记啊。罗马皇帝要他们做户口登记啊，要户口登记，所以大家人就开始出外的人爱登去到因本城，到伫遐做登记。啊，为什么要报户口？报户口有几个原因，头一个要收税啊。第一个报户口最重要的事情要收税啊。啊，搁来第二个，搁较重要是啥物？罗马皇帝爱遮个人报户口，上界重要的是爱显明我是主人，我有主权，会当掌握我整个罗马帝国内面所有的人，所以这件代志是要宣示主权啊，要代表讲我真做一个罗马皇帝，我是这个帝国上大的人，我的出世就是。规个罗马帝国的福音嘛，所以对罗马皇帝来讲，伊才是福音。伊要展现的是，伊有军队的力量，伊有政治的力量。但是对人民来讲，伊敢是福音吗？对人民来讲，罗马皇帝并毋是福音，因为伊想要追求的是伊家己的历史记忆，伊家己的历史定位。伊无咧管遮会乱俗的人，
所以对罗马皇帝来讲，伊要紧的是全世界来宣布讲，我是王，我有权会当统治这一切。所以罗马帝国遮尔大，所有的人嘛无法度讲啥物，有反抗的人早都已经受到军队来镇压。所以，侪人敢若会当照着伊的命令，好啦，毋管去到伫偌远，嘛是爱转到家己的厝。咱会当想象，规个帝国所有的人拢咧大震动呢，全部拢咧旅行，因为无论出外偌远，拢爱转去到伊原本本乡，到伫遐来做户口的登记。约瑟就是踮伫即款处境下面，带着伊的负责人以及伊的负责人巴肚内底，搁一个婴仔，要开始对拿撒勒出发伯利恒来向前行，一步一步，产期都要到啊！所以这项事对因来讲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？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呢？原本一个婴仔出世，对一个家庭来讲应该是好消息，但是踮伫即款一直咧旅行，遮尔长途旅行的过程，这是一个歹消息。尤其侪人踮伫遐咧旅行，也造成无位通好住，所以因敢若会当敲找一个安息的所在，伫倒落？伫马槽内面。所以小朋友记得我昨天跟你们讲过吗？马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脏脏的地方。马槽是一个，咱即马马槽拢布置了足水的，咱即马逐间教会马槽拢装塔了足水的，那亲像住伫内底袂歹吼。但是踮伫耶稣的时代，恐惊马槽毋是一个遐尼水的所在。伊可能是一个垃圾的所在，你闻会到啥物？闻会到臭味，搁垃圾。一个婴仔要踮伫遮出世，所以对约瑟甲玛利亚来讲，这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？这是歹消息啊！外在有罗马皇帝的压迫，内在搁烦恼讲，即马这个婴仔要出世啊，到底会当平安无？到底会当出世踮伫啥物所在？圣诞的故事其实一开始是歹消息。罗马皇帝甲一个要出世伫马槽内的小婴儿，因两个人有足大地位的差别。罗马皇帝认为伊就是世界的福音，但是照着上帝的眼光来看，伊并毋是。圣诞的故事咧全世界宣布。这是一个扭转的故事，一切要颠倒变。规个世界其实踮伫今仔日，自古早到现在，咱拢共款。过去罗马帝国因一直咧追求世界的地位，到伫今仔日，咱也共款，有足侪大的帝国咧比赛，想要争取因踮伫世界会当讲话的权。所以，遮的大国掌握经济的资源，发展军事的力量，互这小的国家必须爱降服踮伫因的势力下面。咱就踮伫一个即款的游戏中间，那亲像强的人要欺压弱小的。咱活伫一个即款的世界，今年咱特别搁拄着这个 COVID-19 的横空出世啊！我讲伊莫名其妙会出现，那亲像规个扫落全世界，咧对人类讲，咱掠准，咱一切遮的规则拢是有效的吗？真无简单，咱度过一年啊，咱也期待开始看到外国敢若有人开始咧注疫苗，但是咱敢真正放心吗？看到有人咧开始做，这敢真正是终点吗？老实讲，咱无任何乐观的本钱。若是全世界的人类悠然照着强的要搁较强，强的要欺负弱小的，若是安尼，咱会继续付出搁较侪的代价。到底为虾米病毒会出现？
病毒的出现，真有可能因为全世界的环境已经改变啦。咱一直咧这个大自然来讨咱想要爱的物件，所以咱造成气候的变迁，咱也会记哩。今年佫发生，这几年有大火嘛？澳洲发生大火，足侪动物无所在通好休，也失去因的性命。伫整个世界咧变化的时，老实讲，咱无任何乐观的本钱。这个大国因咧争战，因想要得到世界的领导权，背后所要代表的是人想要对上帝遐来摕到。掌握这个世界的权利，总是人敢真正遐厉害吗？人掠准讲会当掌握一切，一直用这个大自然要讨咱所爱的，剥削济软弱的人，忽略人的苦痛，直到现在就是一个咱全世界的人类共同咧承担这个苦痛的时阵啊！全世界咱拢踮伫一个真大的惊吓中间。这是上帝的行动，这也是上帝爱咱定心去学习，什么叫做谦卑。我会记你踮伫花灯顶面咧开车，拢会看到一个真大的石头，顶悬写4字，咱知影都4字无？花东公路上开车，通常会看到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大石头上面写4个字：小心落石吗？不是哦。通常写迄4字叫做“人定胜天”。踮伫花灯顶面咧开车，就看到边仔一个足大的石头，顶面写“人定胜天”。大概开车过的人拢看会到这4字。无拍算有一年风台来，发生啥物代志？这粒石头放去啊！有一年真正风台来了后，这粒石头消失。无看，那亲像上帝咧对人讲：人啊，你掠准讲你偌伟大吗？你掠准讲你一定会当赢这一切吗？人不太可能胜天呐。上帝咧笑咱每一个人，若毋是伊的温准，无任何人会当做啥物。所以也因为安尼。济教会圣诞节庆祝活动也受到影响，咱的规模咧缩小，嘛一直爱讨论怎样做防疫的措施。佫有教会讲，所有活动一定爱凭口罩入场，一切会无方便，那亲像过一摆将咱带入去圣诞的现场，迄个现场毋是欢喜的。迄个现场是惊吓的，迄个现场是紧张的。踮伫迄个卑微的马座，正做耶稣基督唯一会当安息的所在。迄个马座是臭的，是垃圾的。这个故事是惊吓，是紧张的。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儿，踮伫这个时刻，伊出世啊！伊的出世代表讲，上帝有缘要掌权，上帝要赢过一切。这是一个上帝主动介入的暗暝，伊要扭转整个历史的秩序，互每一个活伫压迫下面，每一个软弱的人有新的愿望。头一批见证人就是遐个歇伫野外的牧羊人，饲羊的。伊经验天使的显现，因踮伫遐，因也是一群微细的人，微细的饲羊的，因踮伫遐拄着天使，天使的光因显现头一句讲啥物？无得惊，无得惊，不要害怕。伫即个充满惊吓，伫即个充满紧张的时代。上帝话对咱讲：无得惊，不要害怕。这个好消息要传互恁，因为踮伫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内，恁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出世啊！
恁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倒伫马座内，迄就是要互恁的记号啊！毋通惊，咱已经看到耶稣基督降生踮伫即个世界。即句话讲煞，有天君天使做伙出现，三甲咧学老上帝讲。伫极悬的阴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伫这个黑暗的暗暝，学老的声音变传；伫这个黑暗的暗暝，学老的声要变传到伫一个软弱的所在，要到伫每一个惊吓的所在。迄个好的消息要赢过所有歹的消息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正做一个光。互每一个不安要完全消失，要照射每一个互关系咧使人的世界，互济人已经失去家己的方向，要重新搁找到转来。所有人爱悔改，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圣诞节的暗暝，耶稣基督是软弱的，但是伊却带互世间人新的愿望。凡事拢有好，也有歹。福音踮伫变成做好消息进前，伊是歹消息。会记哩，所有的福音踮要成做好消息进前，其实伊是歹消息。咱掠准的歹消息，有当时啊，敢若是因为咱掠家己的角度咧看。老实讲，伊背后是好的消息。咱所忽略的所在，咱所看做微细的所在，踮伫遐要成做新的愿望，要改变咱的眼光，互咱看见新的开始。这个世界要有新的开始，整个社会也要有新的开始。前几天，总会踮伫咱教会举办一个论坛，一个宣教的论坛，咧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宣教甲牧养。即马咱拢咧讨论后疫情时代，但是老实讲，咱现在还阁伫疫情中，总是咱一直咧做备办，要备办到底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总会派伫新加坡的宣教师李浩中牧师，伊转来台湾，当分享伊踮伫新加坡所看见的经验。新加坡是一个都市化的城市。人甲人的距离非常的近，所以疫情咧四散，老实讲嘛比咱搁较严重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教会重新咧想，咱到底要安怎行？毋但是疫情的影响，过去这几年来，也因为大型的教会有一寡无好的消息，致到教会重新咧想，咱到底应该安怎行？我咧问李牧师讲，李牧师为什么因会有一款反省？是因为因惊甲无路啊嘛？啊，李牧师就甲我回答，老实讲，因真正是惊甲无路啊。因为惊甲无路啊，所以才开始爱转弯。惊甲无路啊，才开始咧想，咱到底应该要安怎做？啊，所以继续咱会当想的是，检测咱抑阁无惊甲无路的时候。所以，迄个歹消息也袂成做好消息。教会伫这个过程，伊提出讲，咱爱重新去关心普世。关心普世，毋是别个所在。咱掠准的普世，拢是别个国家的教会。伊所讲的普世，是咱爱关怀上帝的家庭。全世界拢是上帝的家庭。教会必须爱关心全世界属于上帝的家庭，依持上帝的家庭。伫依持上帝家庭的背后，其实就是咧保护一个经济公义，互每一个软弱的会当得到照顾，互每一个受压迫的会当得到自由。也照着安尼，重新去想全世界徛起踮伫地球内面。所有人民互相的关系，互相性命的关系，所以毋是干那人类的关系，也人类甲大自然的关系，
人类甲所有动物的关系。关心普世是一个咱爱踏出去，关心这个世界，上帝的家庭到底生做安怎？因为踮伫这个疫情的时代，咱已经成做性命共同体，无任何一个人会当逃离这个威胁，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免除讲咱袂致到伫灾害。简单来讲，新加坡的教会讲，教会爱对过去咱认知传福音是一个我传互你的行动改变啊，毋是我要帮助你，毋是我要传互你，是我会当贡献啥物，我会当付出啥物，也就是讲，台湾 can help 检菜是无一定是正确的用句哦，无一定叫做台湾 can help。咱可能要改一个，改做台湾 can contribute， 咱会当贡献，毋是我足厉害，我会当帮助你。敢若我徛伫顶悬，互你啥物？若是安尼，咱就搁进入迄个罗马皇帝的逻辑内面啊，是咱会当贡献，咱会当付出，咱会当 contribute， 咱会当付出，互咱身躯边的人。咱会当贡献，互每一个徛起点伫上帝家庭的人。也照着安尼，咱今仔日每一个人，咱通成做一个报佳音的人。报佳音是一个咱付出互身躯边的人，咱付出互这个社会，咱付出咱的材料，互整个生态，互每一个人拢通看见耶稣基督降生踮伫遮。这是好消息。小朋友，你们有记得昨天讲的吗？你们都是报好消息的人，你们都是可以付出给身边的人。咱拢会当贡献互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，毋是咱就有气力，所以咱会当去帮助别人，毋是，是上帝早就已经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咱有气力。互咱有通贡献，咱会通付出咱的材料，咱会当贡献咱的才能，互身躯边的人。所以，当咱咧唱诗歌，当咱踮伫街仔路顶面报佳音，当咱分享一个礼物，当咱报一个好消息的时，咱拢咧做出新的贡献。踮伫即个歹的消息一直流传的时代，咱确实需要好消息。咱需要好消息，因为如果咱的生活中间充满的是80%的歹消息，咱只要做搁较济一寡，咱只要对80%的歹消息，照着咱所做的贡献，或者的好消息会当增加一个，至少变成做60%、40%，也是颠倒变，咱有机会，互咱的身躯边拢是好消息。咱的社会会改变，咱的世界会改变。圣诞节的福音是一个扭转的消息，爱咱定心当愿，向咱身躯边的人讲，上帝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伊一直咧行动，伊咧报好消息。照着咱所做，咱为着上帝的家庭，为着全世界这个环境贡献。咱的一切，福音还未正做好消息，真正是歹消息。踮伫这个紧张，踮伫这个惊吓的暗暝，天使甲各样的人做伙咧喊话，做伙咧学道。上帝的拯救已经来啊！咱就是迄个互耶稣所拄着、所扭转性命的一群人。咱会当带着新的眼光。报好消息，互身躯边的人，是每一个笑容，是每一个鼓励的言语，是每一个微细的付出，一点一滴，咱拢咧向人讲圣诞节快乐。请咱来看咱手内底这条圣诗，我就爱这首圣诗，圣诗53首，
伫清静的暗暝。这条信息是郭俊明牧师所写的书，甘信生牧师所写的曲。伫迄个清静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，以面貌真古水安歇伫槽里。但是咱会记头拄仔所讲的，迄个槽里恐惊毋是遐尼舒适的所在。踮伫遐，侪人，各样的人听见天使来学乐，进入这个羊条，奉献因的羊啊，表示因的疼。这是一条圣诞的诗歌，也是一条奉献的诗歌。圣诞的诗是奉献的诗，是会当 contribute 互每一个需要的人。所以，咱用这条诗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请咱做伙来吟。清静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，伊面貌真古水，安歇伫槽里，无个只。一根一根跳来，风起因的响啊，表示因的听。第一根真的暗暝。主耶稣出世，看一群人的欢喜，伊耶笑微微，当恒的朴素高，看着。面貌，就现今的宝贝，感谢主的上帝，主耶稣我听你，请点我心里，好我专心记忆，听你真之时，我爱恨我所有，不过大你温书，正最给你所欢喜，最给个恒明行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愿学到你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降生，带予世间人新的愿望。照着你的话语，阮也知福音踮伫正做好消息进前，伊是歹的消息。总是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疼世间人到安尼，互阮会当搁一摆谦卑，阮认阮本身的罪，阮过头认为人会当赢过你。
人会当赢过世界一切，直到阮付出代价。愿主你搁一摆解决阮的心志，互阮愿意奉献阮本身伫你，互阮愿意贡献阮的才能、阮的才调，互阮身躯边的人，共同为着整个的世界，为着上帝你的家庭来付出。愿主你建立阮每一个人的奉献，也踮伫圣诞节，将这好的消息分享互见那需要的人。当这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来思想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情景。耶稣出世伫犹太地以后，有东方的博士来要找这位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婴儿，因为因有看见伊是星出现伫暗暝，因是语言方面的学者，因真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记号。因就真欢喜，军队迄粒光明灿烂的星辰，一直到伊停伫圣婴儿所踮的所在，因就入去厝内，看见细汉婴儿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谦卑跪落，拍拜伫伊面前，搁用深沉甲虔诚的心，对圣婴献出因宝贵的礼物，就是黄金、乳香甲蜜药。上重要的就是献出因充满尊重甲懊恼的心。
咱起立来敬奉献诗。请听耶和华所讲的话，我要互恁成做万国的真光，我的拯救就会透到地极，就起来发光，因为恁的真光已经降临，阳光đã已经照伫恁身上，因为恁捌行伫黑暗中，总是当你要行伫主的真光内面，恁是世间的光。就互恁的光照伫逐人的面前，阁通显出天父上帝的阳光。就我亲像真光的囝儿。
即马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7页吼。咱明年度2021年的教会行事有定吼，只迄天阮伫迄个合调会有迄，但只有一个，请这长老注意一下，明年的第一次的小会要改伫1月31日，圣餐也要改伫1月31日，其他的拢照常吼，请咱家己来过目。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。今日咱礼拜三，咱逐个慢遮走咧，咱要伫遮留咧，来翕即个全教会的会议的大合照啦吼。请咱毋通了就做恁转去吼，请恁留咧，要了要翕相吼。第三点，今日退休牧师、传教士奉献主日，请为退休牧传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吼。第四点，下主日10月7日是总会客家宣教奉献主日吼。总会客家干事吼赖德庆牧师要前来本会讲道，请为客家宣教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。第五点，今日圣诞节礼拜11点以后，伫社区中心咖啡厅要举行财务训练哦，请明年度新任的机构首长、团契会长出入过节出席参加。第六点，教会过节场吼，要伫下主日10月27号结束吼，请要伫今年奉献的兄弟注意配合吼，伫即个节制前完成奉献，来方便即个过节作业。第7点，本教会2021年和会定伫2月28号，就是2月最后一个主日举行吼。和会手册要伫2021年农历年前就要送去印吼，所以相关的资料请各团契机构吼提早准备。各团契机构奉献的部分，会当向用神干事来领取核对表吼。和会手册资料吼，2020年事工报告甲决算的2021年的事工计划甲预算，请伫2021年1月7日以前交予办公室，年底结束后补上过节报告，来方便即个手册编印吼。第8点，对2021年1月7日就拜三起吼，每拜三用暗时吼7点半、9点半要开设巴克的圣经学堂吼，来由咱老兵的牧师亲身来带领。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伫办公室面头前报名吼，邀请会友一同来参加，来接受装备。咱其他的8、9条集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团契消息，上合团契欢迎兄弟参加下主日10月27号第一场的迄个献诗服侍，新圣诗第647首吼。记好朋友就是耶稣，请提早伫8点半换上好诗班的这诗袍吼，大礼拜上做有先的准备啦吼。注意了报告。第40期儿童快乐周活营要伫今仔日起到2月21号接受报名，请向办公室索取简章，来同时来缴费完成报名。教界消息，第2021年明年1月7日下晡2点半，要伫加利利宣教中心，就是咱前罗仁贵牧师就任加利利宣教中心第2任总会院长受职9元礼拜。本会圣乐队要前往献诗，地点是加利利中心漂流木舟的教堂吼，就是玉井区吼三埔里83号之吼，咱会当行迄个3号公路接84号公路对遐过，安尼较近吼。第12页到13页有奉献的明细吼。1点就15页即个。12月24号的即个上合团契，即个聚会地点要改伫上大的教室，毋伫咧伊丽莎白教堂吼，请上合团契的人注意一下吼。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，我先读一遍吼，请大家来对我读2遍。伫极高的威景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所欢喜人的中间。路加福音2章14节，请。
国权的位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路加福音2章14节，搁一遍。伫极权的位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福音2章14节，请牧师来介绍今日贵宾。好啊，今仔日咱有坐兄弟姊妹咱同组织吼所以嘛会当有一个时间，咱身躯边的人讲一句圣诞恭喜、圣诞快乐吼，咱会当彼此我透早敢若有看到迄个牧城美惠姐来伫咱中间吼，美惠姐真长的时间拢伫阮族中间，今仔日有来伫咱中间，牧城美惠姊妹，毋知踮伫啥物所在，有看到伊来吼，鼓励。咱继续为着伊祈祷，踮伫病厅的中间，今早起特别讲伊要来甲咱做伙来庆祝圣诞节，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请坐。好，以上做遮的报告。
好，咱请圣乐队来分这个圣诞歌哈。咱今年分圣诞歌无论大人也是囡仔，包括囡仔伫抱伫胸前的幼婴，拢有一份。咱同齐来接受这个圣诞礼物。
有送无摕到的无，请举手。好，咱最后来念圣诗56首啊，请听天使欢喜的声，咱唱第3节、第5节、第7节就好。请起立。受上帝祝福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保护恁、照顾恁，愿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临到伫这世界，愿圣神的引带甲带领，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咱真做报好消息的人，互囡仔踮伫这世界拢通知，主是世界甲历史的主。愿这个祝福对咱临到伫每一个角落，对大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
咱离开哦，咱肯定要拍个大合照吼，咱这老的才整理一下了，咱来拍大合照吼。来，咱请咱兄弟吼，咱慢车离开的吼，咱来翕一个大合照。啊，请伫2楼啊，请伫教育大楼2楼的兄弟，咱拢来到啊，刷你的脚步来到伫大礼拜堂的所在。哦，请你诶，哦，咱请慢车离开，咱即马。咱献歌队这边遮吼，啊，咱拢有哪所来到这个走道的所在，哦。啊，示范啊，助理2这边遮有哪迄落吼？这边遮有哪拢刷过来迄落哦。献歌队啊，这边遮助理2坐这边哦，拢刷来到头前的所在。咱请咱兄弟，咱拢来到啊，咱的大礼拜堂，咱来翕一个哦，今年度咱的圣诞的迄个哦大合照。咱哦，今年2020啊圣诞啊赞美礼拜的迄个哦团体照吼啊，请咱兄弟请慢车离开哦。来吼，好啊，咱来选一个家己迄个吼，咱的位安尼甲选一个，嘿，坐落啊吼。啊，咱双边哦，献歌队对面遮拢莫坐人吼，嘿，献歌队式啊，拢莫坐人吼，啊，拢刷到伫中央的所在，哦。